台南市立病院进行外科医师尹瑞慈表示，小阴唇有保护女性私密处的功能，当双脚并拢，小阴唇会自然合拢，将阴道甲尿道口来砍掉的，避免摩擦受伤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但如果小阴唇过长或者是肥大的问题，就容易因为皱褶造成清洁无容易。如果影响到日常生活，医师建议会用手术来切除。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是因为太长，那太长它不是疾病，那有些人天生他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那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会导致他后续的那些问题，包括摩擦啦、感染啦等等的不舒服的状况。对，那处理的方式大概就是把过长的部分去把它修剪下来，变成我们正常人大部分人的一个长度状况，那你会比较好清洁，那也可以预防后续有可能产生的一个感染这样子。手术之后是一劳永逸，这个东西不会再长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切除掉的东西就是切除了，也没有什么复发的问题。医师表示，其实小阴唇过长或者是肥大，并不是一种疾病，而是构造的问题。但如果无做好清洁，就容易一直来感染。就因为部位伤过私密，真侪女性拢歹势来就医。医师呼吁，应该以健康的心态来看待女性私密处的感染甲治疗。只要经过简单的手术搭配药物，拢会用得到真好的治疗甲改善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